来看政治新闻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摕的政治献金的争议，真正是愈来愈严重。当时竞选总部副总干事陈志涵伫记者会讲啊，主要原因是会计师段无正伊乌白家己去调这甲劳保金额，和这个段无正真不满，控诉讲一切拢是依法行事。针对段无正的声明，这个民众党呢今日就嘛讲，拢是段无正家己乌白自假资料，一切内容拢有证据。 让我开个会，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。无亲像过去7点准时上班，开始会期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摕晚3点钟才出门面对。昨暝伫咧直播内底，对段无正所做代志是有够切心。这种世人不明哎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知道他们后来讲，后来我听了一大堆理由，都不是理由。政治献金的记录，这阵全部撒互会计师，互段无正气甲听袂做。 透过事务所名义发出声明，段无正强调一切依法办理。只是段无正好朋友佮讲到，郭文摕10号刚要去查销阿去的，敢若段无正无看到郭文摕黄珊珊的人影，明明发现单机绕交报是家己，落尾之前嘛爱伊来打，秘书公亲变事处，甚至佮不爱互伊参加记者会一场。端木正会计师他带着他的助理就坐在旁边，一边纳凉一边说风凉话。那我们真正在查账的人才发现，原来有这么多的错误。他后来跟我们讲，登打之后出现的差额，监察院需要我们来相关补正，那他就擅自调节。另外，段无正家己甲绕交报的2000万分做高撇，申报伫咧私录年学和报考的小内底。不过，现怎经这3项，黄志奇有高手伫咧起点。一个专业的会计师，如果受到人家指使就这么做。 那他也违背了他的会计师准则。我们当场也问他说：“难道财务长有指使你这么做？”他说没有。两边讲法拢无相像，减的2000多班，民众党敢若找出1800多班，也未全部解释清楚，就先甲会计师伫咧相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